大家好，我係阿偉。早前話過買咗個新品牌嘅蒜蓉醬未開箱，今日一試，一家之醬嘅蒜蓉醬，佢嘅蒜味比響一般超市買嘅蒜蓉醬味道更出色，可以話唯一一個品牌做到有蒜嘅香味，而唔係有陣膠味，加上辣椒粒，非常惹味。我今次利用呢個蒜蓉醬做咗3款菜式。利用呢個蒜蓉醬，令到各款菜式嘅味道提升到另一個層次。第一個菜式係西餐，利用廣東嘅食材，用西式嘅方式去處理，加上一家之醬嘅蒜蓉醬提升香味。遲下會再出 post 教大家點做。第二道菜式都係西餐。同樣係利用廣東嘅食材，配合西式嘅元素，加上咁出色嘅蒜蓉醬，將青口嘅味道完全提升。最後一道嘅道菜式係用響我哋家常便飯入面嘅炒豆苗，豆苗本身就係清香可口，加上蒜蓉醬，加上醬入面嘅辣椒，令到成個菜更加出色。有興趣就到一家之醬嘅 IG 睇下，下次見。